係 Rosita 陳康嫻79年領洗，田神父主持嘅。78年同阿 wing 同埋財仔一齊跟霍神父聽道理。Godmother 就係李雪萍 Gina， 我哋讀一間中學嘅。左手邊係譚以玲，亦都係中學同學，佢帶我參加咗宗教領袖訓練營，令到我覺得我係需要去聽道理同埋領洗。鏡頭一轉，2017年嘅5月10號，我呢就喺西澳已經定居㗎喇。企喺我隔離係我個女 Gina 呢，就嚟探響西澳讀書嘅 Stephanie， 然後咁啱 Patricia 就帶阿女嚟西澳探親。咁難得嘅機會，我哋一定食咗一餐飯，同埋影咗呢一張好珍貴嘅相片。大家好啊！我逗留響聖歐爾法堂嘅時間係好短，雖然短，但係喺2年裏邊，我認識咗好多好好嘅兄弟姊妹。我亦都有參加過讀經組。第一次去到教堂嘅時候，我着咗條短褲，中修女見到即刻就去攞條裙俾我套咗上去，先俾我上祭台。翠紅只係話我有1分鐘，我已經過晒時間㗎喇，就喺呢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天主保佑。